OK，大家好，有朋友話想喺星河丹提揾一套適合三代同堂嘅大宅，今日同大家安排一套豪華裝修嘅，嚟我哋一齊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158方嘅，做咗5房2廳2衛一個廚房，南北通透嘅格局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嘅嚇。業主裝修咧，一共等咗成60個 W，採用咗現代輕奢風嘅裝修風格啊，舒適度直接同你拉滿。全屋中央冷氣、酒櫃、主臥嘅衣帽間、浴缸，亦都係同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啊。咁嘅單位，你覺得點啊？如果你屋企三代同房，有老有少，呢個單位可以話為你度身定做啊！OK，中意呢個單位嘅朋友，右手邊刷支旗，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